伫咧台中呢，有一个45岁姓陈的查甫人，伊自备下晡赛车去潭子一间国中，要接囡仔放学，真有可能是违规停车，互学生翕相要甲伊检举，所以去抓到一个查甫人，伊就举棍仔落车做学生理论。伫咧当场呢，是互校门口的老师阻挡了后，伊就上车吹油门冲入去人行道，要扣翻头，险险去弄着学生。不过，这款坏爸爸的行为，警方也依照公共危险，也佫有强发罪，该移送法办。下课放学的时间，学校门口有袂少家长。不过，这个查甫人却是一直甲学生匹配叫，甚至外头要去赛车弄学生。了后，这个查甫人甲车发动，真正驶去了人行道。迄当阵拄好是学校下课放学的时间，学校门口的学生是惊一个真大的。加在有赶紧闪开，才无发生意外。这个事件发生伫个28，这个45岁姓陈的查甫人，迄天下晡要去接囡仔，却是违规停车，停伫边仔的公车牌遐。是在公车站牌前，对。这个孩子因为他怕错过坐公车啦，因为他曾经有不好的经验，就是那班公车如果错过他，再等1个小时。因为我觉得这边是学区的话，应该是要以学生的安全为主啊。学校表示。迄当阵，这个查甫人捌举棍仔，甲学生乌白骂乌白咧，加在有赶紧阻挡，才无发生进一步的冲突。不过，这个查甫人煞赛车要弄学生，学校除了启动校安的通报，警方嘛已经找到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啊。驾驶自小客车往校门口人行道加速行驶及倒车行为，已造成公众往来之危险。本分局已将陈显待案，将依公共危险恐吓罪侦办。警方表示，这个查甫人虽然无造成人员受伤。不过，也是爱依法上班。因为警方嘛会加强巡逻，避免类似的事件影响学校老师甲学生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